2017年嘅6月8號星期四下午5點15分，我哋嚟到我哋呢間溫泉酒店啊，行程嘅第一日7日自駕遊。嗱，呢個呢就地獄谷溫泉，係咁噴啲煙出嚟嘅，即係你話佢係假都唔得啊！嗱，而家我哋呢去行咗呢度先，跟住再返去食 buffet，蟹又唔食啊，蟹啊，跟住再去浸溫泉。地獄谷咁佢呢有好多符合題目嘅公仔嘅。喺我哋酒店呢，行7分鐘就嚟到㗎啦。地獄谷啊，哇，真係似地獄㗎啊！哇！呢兩個老友啊，我帶大家用另一個角度去睇下地獄谷。我上一次嚟呢，就係同阿 Melon 一家2家8人，2004年嘅6月，而家就13年後啦。9人同婆婆嚟嘅。啊，9個人啊，2家9人啊，婆婆都有嚟啊。喂，而家婆婆99歲嚟唔到咯，近距離啦。我哋而家落到嚟呢條步道啊，直頭啊，地獄谷溫泉區，清唔清啊？全眼啊！嗰度有2隻鹿啊，大家見唔見到啊？2017年6月8號黃昏，即係我哋7日自駕遊嘅第一日。嗱，淨喺個風景區㗎，地獄谷嘅風景區，我哋住呢間賓館，相當唔錯，溫泉旅館嚟嘅。日本真係度度都咁靚嘅。我哋喺溫泉區散步，啊！呢棵紅葉隔離就係咁靚嘅花啦。逛下呢條溫泉街呢，真係好舒適嘅，一個小鎮咁，好舒適。Hello， 大家幾好環境。呢2個日本女人呢，就喺度。2017年6月8號星期四夜晚8點半，喺地獄谷行程嘅第一日，而家嚟睇妖怪同埋花火，好多人㗎，好有氣氛。
2017年嘅6月9號星期五上晝9點35分，我哋離開咗地獄溫泉，就 on the way 去大沼公園啊！靚得滯啦，所以中間我哋都要喺個補給站休息一下。哇！真係忍唔住影啊！幾靚，對面個山坡，肥姐啊！真係冇得彈啊！2017年嘅6月9號星期五，而家呢係接近中午12點，我哋嚟到大沼公園，好天啊，有好啲好靚嘅紫藤花。呢個公園好靚好大嘅，媲美西湖㗎。係啊，嗱，我哋架車呢就泊咗喺呢個停車場。400 yen 泊一日，呢個公園真係入口嚟啊！已經咁靚啊！就係今日啦，好似西湖啊！佢唔輸蝕俾西湖嘅，睇下幾靚。大沼公園真係令我諗起西湖，好靚，真係好靚。如果落埋雪呢，即係又係啦，斷橋殘雪，不得了。大沼公園真係好靚。大沼公園啊，都係，哇！真係好，即係所以咁鍾意嚟日本啊！
我哋而家上鹹館啊，上山啊，睇夜景啊。Hello， 呢度咧好多好靚嘅屋㗎。嗱，我哋上去啦，上上邊。咁快落山呢架車？請在前方右側下車，下車時請小心腳下。到啦！睇夜景。2017年嘅6月9號星期五黃昏6點50分，我哋上到嚟山頂坐完纜車，等夜景啊，等影夜景。哇！呢個 view 咧本身已經係超靚。嗱，呢個咧就係纜車站啦。而家係7點28分。而家係7點32分，鹹館嘅夜景果然名不虛傳啊！仍然係2017年嘅6月9號7點40分，鹹館夜景，夜啲又靚啲啦。嗱，呢個咧就電車站，咁我哋佔據咗有利位置啊！最纜車站唔係電車站，幾靚嘅。落完雷暴大雨啊！咁我哋咧而家就坐纜車落翻去山腳啦，睇完夜景。啱咧，我拍片咧拍唔到有幾靚。落到嚟山腳啊，平安，即係行雷閃電嘅。不過我哋影嗰陣係冇嘅，我影完5分鐘行雷閃電落雨，跟住我哋排隊搭纜車。我哋喺鹹館落翻嚟，特登嚟呢間嘢咧食海鮮，食好嘢，好似地魚屋台咁樣嘅。呢度咧有好多好嘢食㗎，你睇下，有炭燒。呢啲咧清酒啊！我係啱啱喺鹹館落翻嚟，食下海鮮，包房嚟㗎呢度係，哇正啊！飲杯。館睇完夜景，包房啊，食好嘢。Hello， 正唔正啊？正啊，海膽飯。唔好飲醉啊！哇，大到犀利啊！你睇呢個多到？開唔開心啊？多唔多？感受前程喎，細佬。